講到惠陽，咁就一定要講淡水。淡水係成個惠陽嘅中心，我哋經常講配套係跟住人走。淡水咧係常住人口最多嘅片區，所以佢嘅配套咧係最成熟嘅。不管係當地嘅小食，定係嗰啲連鎖嘅大牌，淡水乜都有。教育、醫療、交通、休閒公園嗰啲配套冇得講，居住嘅範圍咧係超級正。呢個位置到深圳都係好方便嘅。門口巴士直達沙田地鐵站。今日帶大家睇嘅呢套呢係海悅中心嘅117平嘅次生小區。呢套筍到咩程度呢？筍到業主賣都係吐血賣嘅，100幾萬買嘅，依家先賣70萬，價單算落嚟先5999蚊，6000蚊都未到。橫廳嘅第4房仲送埋一個房間，可以做到5間房。你估咁就完啦？佢仲送埋一個大露台俾你喎。我係阿斌，貴州想睇咩樓，話我知。